書展今日開鑼，唔少藝人都有去撐場。打頭陣有 Ben Sir 同黃心美，佢哋今日出席旅遊活動。心美透露即將會同 Ben Sir 合作拍愛情微電影。問到二人會唔會有 kiss 戲，心美笑言：千祈唔好冇，如果冇我會要求加。提到心美患眼瘡，佢表示化妝師遮得好好，不過今日仲有啲瘀同腫。問到啲兵有冇關心佢，佢就話冇兵啊，自己關心自己。佢亦有好多粉絲同朋友關心。人生第一次出書嘅林作亦有到書展宣傳新作。讀完這本書，你會曉用英文追女仔。睇到個名以為係教人用英文追女仔，不過林作就表示本書主力係教英文，但因為想條題長啲，所以先話用英文追女仔。講到林作嘅往績，佢坦言失敗居多，佔70%。之後佢又自爆書中第7章提到嘅女士係佢一生中至愛，甚至想娶佢添。又話會送 N 本俾第7章嗰位女士。問到會唔會送俾舊愛麥明詩，佢就話俾少少錢買啦，生意難做。提到近日喺節目扮女人，林作就表示呢啲係展示決心，證明自己好肯嘗試。